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！快使劲儿，用力啊！快用力！马上好了，有感觉了。终于出来了。耶！太好了，我哥终于拉出来了！我哥终于拉出来了！太好了，我哥拉出来了！我哥拉出来了！这1周前，老天爷把我丢到了这战国乱世。乱世之下，百姓流离，天灾频仍，赤地千里，河川枯竭，本村亦是困顿不堪。连日来，仅以数匹草根果腹，以致肠胃失衡，多日不得通畅，还传染成了低贱的庶民。唉，真是千里烟尽绝，前手流离，田沟壑。哥，你在为家里的债务发愁啊？阿爹呀，为让原身出人头地，便借钱供他读书，欠下一堆外债，如今没几日便要还债。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呀？快回家去！你姐把自己给卖了！什么？阿娘，这些粮食够家里吃上好些日子了。我看这小妞啊是个美人坯子，又能识字。多赏你们些钱币，可别不识抬举啊！我高家曾经好歹也是名门望族，清白一世，就算举家饿死，也绝不。女儿想活命，女儿被卖去为奴，有吃有喝，死不了。你们就放宽心吧。更何况阿弟勤奋读书，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的。这气与钱同不同意，可由不得你们呐。跟我走，走啊！我不同意。大哥，去你！行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往死里打！不识抬举的玩意！这位大人，求你高抬贵手，不要打了！求求你，别打我阿弟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别打我阿弟！求你了！走！走啊！走！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！阿妹，你日后要听爹娘的话，记住没？阿爹，你是块读书的好料子，你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千万别误了前程。你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的。爹娘，女儿走了，您二老珍重啊！走走走走走，走啊走！姐，月儿，月儿，阿姐，阿姐！
是你姐的一片苦心。从明天起，你要加倍勤奋读书。若是被夫子看上，考中了，切莫要忘了他。阿爹，今晚是不是能吃上酥饼了？高阳，该还债了。张大人，不是还有3日才到吗？我说过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有钱粮可还吗？去，把它拿过来。不可呀！这是我们家几日的口粮，没有它我们怎么活呀？我管你们怎么活！孩子他爹，不能拿走啊！为什么？你们欺人太甚！景儿，庶子，就凭你们也想动手？哼！这些就算你们3成的债务，3日后把所有钱粮都还齐，不然就把你们都卖到窑子里当奴。走！嘿，走！穿越过来已有数日，若是再无所作为，唯有死路一条。我绝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这方圆10里，连根草都挖不着。3天后我拿什么还债？去制盐？不行，这根本不行。虽然寻常百姓交了盐赋便能制盐，但是没有官家的人支持，制盐贩盐根本就不可能。阿哥，看我画了小兔子。哎，有了！阿哥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到了一个能赚到钱粮的法子啊！啊？可阿爹不是说你只会吃干饭吗？是谁说的？我先去城中一趟，记得告诉爹和娘啊！快去！哎呀，战国末期，文人雅士很受追捧，像是大儒们更是各国的座上宾，这封大夫的不在少数。或许我能凭借前世的文学底子，换些钱粮验验疾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1袋米换1首诗，要不要看看啊？哎，要不要看看？很实惠的，只需要1袋米。滚一边去！先看看，等满意了再赏小的几个子儿也行。走开！你一个庶民也会认字，莫要说笑。庶民怎么了？子曰有教无类。你谁呀？哎，你，我操，你高个什么劲儿？谁规定庶民不能认字？瞧不起谁呢？谁说穿越者会背诗就能成大才？我都快吃不起饭了。让我进去吧。去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求你了，走！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儒家圣地，我自然不敢冒犯。我只是想求学，何错之有？求学？就你这样的还求学？我这样的如何不能求学？既然要求学，先说说你的姓氏。姓氏？在下一介庶民，无姓氏。庶民求学，儒家不收庶民。走吧。庶民还想求学？别想了。哎，走吧。我操，欺人太甚，忍不了一点了。快走！我听说儒家不收庶民，先贤孔夫子的弟子多起于微贱，如今才过去多久，却有人忘记自己姓甚名谁了？你要为他打抱不平，要知道孔子的弟子至少有姓氏。这无姓氏又如何？孔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诸位，难不成忘了这圣贤的教诲？
易经有言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臣，贵贱位矣。此言不错，天人应对，天地自然，世间万物贵贱等级和名分皆次序有别。可这易经还有言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岂不意为庶民也可以通过努力成为君子？儒学本应该包容庶民求学呀。你一庶民也敢自称君子？我听说呀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我，哼！多谢先生打抱不平。哎呀，无妨，我倒也有求学的心思。若能进儒院，定会有钱粮赏赐，能暂时解了家中的燃眉之急。那你因何求学啊？自然是为了好玩啊。好玩？圣贤学问，你居然说成好玩？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这乃是圣贤教诲，我乐而学之，有何不可？你到底是何人？在下乃庶民，名景，前来求学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不好了，老师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平日里学的礼都哪儿去了？禀老师，门外来一学子，本欲求学，却被守门嘲笑其身份卑下，如今正在门口相互辩论呢。今日何人守门？罚抄礼记10遍，等会儿把那童子带来便是。回老师的话，一众弟子皆辩不过他。都辩不过那童子。那童子多大年纪？约莫18、19岁模样。随我去看看。一起也好。既然能辩倒这么多弟子，邹双也想见见。圣贤学问，非庶民可学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庶民为何学不得呀？民乃天下之民，而非你一人。今日我一民来此，你们说卑贱；明日10民来此，你们还说卑贱；1000民、100民来此，依然是卑贱。在你等心中，可有不卑贱之民呢？你，就算你学有所成，也终究落入于你。学了又有何用？舜发于犬母之中，博说举于版柱之间，交葛举于鱼言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市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邦有道，偏且见焉，迟也。来，邹夫子20公。邹夫子乃儒院大儒，他来了，定有这柱子好看。此子一人舌战群儒，竟如此从容之态，道之之术。便是你要求学拜师？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我有疑惑，你若不能解答，又如何做我的师傅？你小小年纪，有何疑惑？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你有什么疑惑，尽管问来。此人威严而儒雅，身份定然不简单。我一问我是谁，二问从何处来，三问我欲往何处去。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？这问题，小孩儿，这个问题还用得着问别人？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你不是说你叫景吗？我可以叫景，你也可以叫景，谁都可以叫景。那请问，景又是谁呀？先生，可能回答？
你这3个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什么？你这3个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夫子都回答不了。秦夫子到。秦夫子来了。小友，老夫来回答如何呀？见过秦夫子。见过秦夫子。竟然惊动了秦夫子，他乃齐国君王亲封的大夫，是邹夫子的前辈，注定名垂青史的大儒啊！见过秦夫子。秦大夫都来了，在战国得罪大夫可不是一件好事，尤其是庶民。战国时期，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若是庶民胆敢冒犯士大夫或其身边人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还是低调些为好。老夫尝试着回答你的疑惑。我是我，从生出来往死处去，可能解惑。多谢先生解惑。看来此答案你并不满意呀。说实话，老夫也不满意，只是勉强答之。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，不妨说来听听。小的哪有答案？先生的回答足够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问你个问题。先生，请问，你觉得人性是善还是恶？秦夫子这是在考验我。儒家8大系失传一系，秦夫子这一系认为人性本恶。我若是回答人性本恶，或许就能拜师秦夫子，抱上大腿。可是，怎么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一诚心诚，一诚心诚，一诚心诚。回先生，我认为人性无善无恶，人心却有良知。良知？可是出自孟子的《尽心篇》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正是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细细说来，性是心的本体，天是性的根源，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发便是意，意之本体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本先无善恶，所谓善恶，只不过是意在动。人人皆有良知，以良知来区分善恶，格物即格心，格出恶意，穷究己心，致良知，知行合一。虽有道家之意，却尽道出儒家真意。老夫愿收你为真传弟子，你可愿否？啊？什么？这后事了不得呀！真是了不得呀！真厉害！秦夫子唯一的亲传弟子入朝做了官，本以为不会再有人能让秦夫子收为亲传弟子，不曾想竟有第2位啊！此子虔诚，定然不可限量啊！是啊，徒儿拜见师父。高景小师兄的族室原是齐国名将之后，因高阳触犯礼法，被剥夺兵权，贬为庶民。高阳为小师兄谋出路，四处求学借债，只为供小师兄读书，还因此欠下了一大堆债，日子过得尤为清贫。唉，父母之爱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虽为前手，父劝而教，愿子以学立身，怪不得他有如此学问，是有一位好父亲啊。不过高氏一族因触犯礼法被贬为庶民，民间传闻高氏一族乃是被人设计陷害。贵族之事，莫要妄言。汉子凡、荔枝，你们小师兄出入如愿，你们各将一份贺礼，送与他家。是。
等你哥回来再吃。知道了。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天快黑了还不回来？我回来了。你这数子总算回来了。阿哥，我都快饿扁了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娘，咱家今晚就吃这个呀？哎，你这数子，你还挑上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读书10年却得不到功名，咱们家能沦落到这般境地？行了，别训孩子了。来，来。爹，娘，你们平时干活累，多吃点啊。我个子小，吃不了这么多。我跟你们娘啊都不饿，你们正在长身体，多吃点啊。爹娘，你们就安心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家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怎么着？你要当官了？待3日后你便明了，这用不了多久啊，我就可以把阿锦赎回来了。小景，天快黑了，吃完早些歇息吧啊。啊。高阳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谁呀？高阳！这张大人，高阳，欠老子的钱粮该还了吧？张大人，这不是说好了3日后还吗？我现在手头没钱粮啊。3日？去你娘的！爹，孩子他爹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咋了？这是又是那张虎来催债了。不是说3日后才会来吗？这才过去半日。这张虎啊，在外头也欠了人债，怕是自己还不上，所以来找高阳一家子。哎，看来连这最小的女儿都要被卖喽。这张虎啊，这种买卖可没少干。嘿，他们呢，那就是活该。为了供一个大郎读书啊，嘿，欠了那么多债。要我说，他们就不该想东想西，好好耕地有什么不好啊？这像我家刚儿如此聪慧，我可没舍得送他去读书。更何况景那小子读了那么多年，也没少有出息。就是，高阳，我可是给足了你10日，可我一根草1分钱都没见着。可我们说好的是3日后再还呢。哼，那又怎样？这钱本就是你欠回我的，让你还债就必须得还。我没钱粮。没钱？好说。你不是还有个小女儿吗？啊？啊，张虎，这便是你说的那个丫头啊，长得倒是粉雕玉琢的，这卖到府上肯定能值不少钱。哎，大人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呀！滚！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了？这便是王大人，他想卖你女儿，我呢连买主都给你找好了，记得买卖成功后给我抽1/10的提成啊！哎，等下，虎爷，阿妹你们不能带走。诸位若是看上我家哪件物件，哪怕是这间茅屋，你们取走便是。这茅屋，哎，张虎，可别忘了，我家老爷说，指定要这女娃娃呀。这破茅屋能值几个钱啊？依我看，这茅屋我要，女娃娃我也要。这茅屋或许值不了多少钱，待他日我金榜题名之后，肯定将剩余的债款如数奉还。疯了吧你啊！还金榜题名呢？你要是没了这茅屋啊，今天晚上你就得睡荒地里去。
要我说呀，做人呐要踏实，别整日想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老老实实耕地，没你想的那么累。你们这帮村妇，眼全安之，鸿鹄之志。眼全安之，鸿鹄之志。阿哥，茅屋给了他们，爹娘以后住哪儿？还是让我跟他们走吧。对，眼全安之，鸿鹄之志。虎爷，这茅屋你们可以拿走，但小女你们不能带走。待她哥成大器之后，定能还你们债款。就你们，也配？给我打！把人给我抢过来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青儿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爹，哥，我愿意卖给你们，你们带我走就行，别打了！哎，小美人儿，你在这破茅屋受冷挨饿的，待我给你找一户好人家，给贵族做暖房丫头，你就享福了。娘，我跟他们走，你让他们别打爹娘和阿哥。求求你，烦不烦你？来呀！还有气儿呢。张大人，小女尚小，大字不识，值不了几两钱，求你放了她吧。放了他？那你欠我的债谁来还？分明是你们毁约在先，先前说好了3日后，现在连半日都不到，还有没有理了？大伙说是不是？树子，你想搬救援，问过我了没有？你问他们，谁敢得罪我张虎？你敢吗？还是你敢不敢？哎呦，虎爷啊，他们都是活该，我等可不会为了他们得罪你。你们是风日强，是太县令，阿妹，你们再不走，树子，你很狂啊！那我就让你知道狂的代价。青儿，跪下！就你想金榜题名？起开！凡夫俗子，岂知鸿鹄之志？鸿鹄之志！他是必成大器！哎呀，必成大器！青儿，树子，你现在认清自己是谁了吗？我乃鸿鹄，嘴呀真硬啊！说，你是谁？大人宽宏大量，我儿年纪尚小，不懂礼数，求大人放过他吧，大人。求求你了，别和孩子计较，求你了！坏人，放开阿哥！滚！大人，别打了，再打要死人了。要我放了他也可以。来，从我这胯下钻过去，我便考虑一二。爹，别钻，别听他老匹夫的。不钻，把这树子的手指头打断；再不钻，便是胳膊，再是腿。我钻。爹，钻！哎呦，你看真是。怎么样？你现在认清自己是谁了吗？来，再钻！等等，我说，我是庶民的儿子，我是庶民。
哎呀，好，哼，认清自己就好。张火，若是让我活着走出这院门，定会让你付出1000倍的代价。时候不早了，带上这小丫头，我们走。别碰阿妹！你这庶子还是不服，给我打到他服为止。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如此大阵仗，穿着不凡，身份定不简单，一看就是个达官贵人。见了上士，为何不行礼？参见上士。不必多礼，快免礼。在下乃如愿韩子凡，请问景住在哪间？景他，在下见过韩公、李公，不知二位来此是所谓何事啊？我们来找景，不知他住在哪间？高景？他怎么突然问起高景？莫非这庶子与如月有关系？韩子凡，我在这儿。你们为何围居在此？这不可能！高景这庶子怎会和如月产生关系？在下玉山田庄江公座下一掌柜，久闻二位大名，不知可否赏脸一同喝茶呀？李公不可！闪开！死丫头，敢咬我，你找死！放开他们！你们竟敢对一个孩童下如此狠手，真是不知廉耻！韩公息怒，是这等小人欠我钱粮不还，我便出手教训了一番。对，原本啊，我们想把这女娃子买走，谁曾想她突然反悔，还趁机打了我们呀！胡言乱语，分明没有此等事，是你们颠倒黑白，是你们不讲信用，强买强卖！住嘴！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。韩公，不信可以问问这帮村夫啊。对，是锦衣家欠钱不还，还出手伤人。虎爷、楚爷是被逼无奈。你们这帮趋炎附势的软脚虾，难道要弃真相而不顾吗？我也是为你们着想，就为读个书，把房子都读没了，你们今后住哪儿？就是，明明是农民的命，偏要想着去当官。哼，谁对谁错？你们真当我眼瞎？李公啊，我们说的可是句句属实啊！句属实啊！景，乃我老师秦夫子亲传弟子，我的小师兄，岂会犯这种错？这是……你说什么？他是秦夫子亲传。冒犯父子亲传，当诛之！是吧？小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爹，小妍，娘，你们歪吧？歪。我们没事。
要是你，疼不疼啊？我没事。经谢过二位。是我们来晚了。这庶子竟敢冒犯小师兄！李公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这是高景叶家欠债的钱，我也迫不得已呀。何况我也没想杀人呐。混账！你知不知道，冒犯大夫或其身边人要受其罚？更何况景小师兄乃是秦夫子亲传。他真的是秦夫子的亲传？对，是他的错，是他要买他的丫头。对，不对，好你个陈虎啊！我好心帮你收着女娃子，替你还债，你居然要污蔑我！我又跟你拼了！够了！这些人辱贵在先，将他们带下去，交给县城处置。不，高兄啊，替小的求情吧！我是被交到县城手里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当时欺辱我家人之时，何曾想过现在的下场？带下去。走。小师兄，此等恶徒，须以律法严惩，否则日后定会再犯。我定会让县城使其付出代价。请谢过李公。儿子，你当真入了儒院？这韩公和李公都站在面前了，这还能有假？哎呀，好啊！我就知道你能成大事，也不枉我这些年的辛酸教诲。没有辱没祖上三世公族啊！将贺礼拿上来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么多呢！这是我等与夫子的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这么多吃的都是给我们的吗？还不快谢过二位！谢过二位。请谢过二位跟夫子，我定不负各位期望。乱世，人人自危，这不过是人之本性罢了。望诸位日后好自为之。这都累一天了，真的不一块吃个饭再走吗？夫人，再晚些便是宵禁，要早些进城。待日后有空，我等必亲自登门尝尝夫人的手艺。无妨，读书人以学业为重。没有学成归来，别回来见我。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等我功成名就，咱们一家人一起住进府邸享福。娘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阿姐平安带回来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娘就放心了。阿哥，小妍可以接到阿姐了吗？当然了，你马上就可以跟阿姐团聚了。太好了！爹娘，那孩儿就先走了。
爹，娘，你们快回去吧，外边冷。日后若是有人找麻烦的话，你们就去找县城，他跟老师是交好。小虎，有人数你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啥？王管家，王管家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蠢货！听说是如愿的人把你害成这样的。对，是如愿的高景。高景？他好像有个姐姐在我们府上。您的意思是？怎么处置随便你。敢坏爷我的生意，就算是如愿的人也不行。是。高景，这下你死定了！牵着大松，是过须上枝。万物其主。哎，韩兄，这是何字啊？这是秦国文字，是交字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景啊，为师这几天在思考你说的这些，心中大有所得，但何为知行合一，还是有些困惑呀。这大学有言：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厌恶臭味，喜好美色，首先得有知。本先认识到什么是臭味，什么是美色，之后才有了厌恶、喜好的行。有知才有行，恶恶臭，好好色，就是知行合一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老师，这几日都是你在向小师兄请教，而小师兄想学的都是我在教，这到底是谁在教谁呢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谁教不都一样吗？那景啊，你想学什么？这先学认字吧，把字认全了再学别的。穿越这些日子，就只会奇文，其余的一概都不会。还是得多学些。老夫通晓33种文字，你想学哪一种啊？儒家讲究博约，我都学。尚书还讲经医呢，你同时学习33种文字，你学得过来吗？学得过来，我还年轻，时间还很多。见过老师和诸位师兄。何事啊？景小师兄托弟子去寻阿姐的消息，现已经有了音讯。快讲来！听闻人就在郡守府。是田氏的郡守府。有何说法？郡守乃是田悦，是当今齐王国戚，想要从他手中赎人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那我也得试试。我陪你一同前去。你们二位小心啊！站住！这里是郡守府，外人不得入内。二位，在下是如愿景，有事要见郡守。有檄文吗？没有。那说在下不能放行了。在下有要事在身，还劳烦请示。你们进去吧。先进去再说。
这不，小子，又见面了吧？张虎，放了我姐！阿弟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小娘们儿，哼！再嚷嚷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恕自己砍！小师兄，冷静。你便是秦夫子新收的亲传呢？是我，又如何？哼！即便是秦夫子也不敢如此跟我说话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还敢坏我的生意！小师兄，他是王夯田郡守的亲信，平日里主管府内大小事。底下的人这样，看来那田郡守也并非君子。儒生，你想赎回这小娘们儿，倒也不是不可。你给3000钱，这小娘们儿你便可带走。3000钱，一个中下级官吏也要3、5年才能攒到，如此狮子大张口，与土匪行径有何区别？没钱呐！哎呦！那这小娘们儿，爷我可就要享福了。你别动他，钱我们出。阿弟，你别逞强了！5日后，城北酒肆交钱，逾期不后。这不可能！好，5日就5日。阿锦，5日后我定带你回家。王管家，他真能做到？早就该打压这些儒生的气焰。呵呵。气煞我也！王夯也太过无礼，此等恶人竟是郡守府管事！哼！小师兄，你怎能如此淡定？5日3000钱，哪怕是县城3年的俸禄，也没这么多呀！发生何事了？夫子，您总算来了。那个田府的王夯气煞我也，他刚狮子大开口，问我们要3000钱，我们哪有这么多？他根本就是想为难我们。那你现在作何打算？我有法子。你要借钱？唉，这是我最后的余粮了。从韩国至此一路漂泊，身上也没剩几个子儿了。我身上也有些许。既然这样，老夫出大头，这2000钱你先拿着。给。请谢过老师与2位。不过，我并非是要借钱。你不借钱？我是想要诸位投资我，助我营商。小师兄，你要用我们的钱，那还不是借？哎，并非，我出法子，诸位出钱，事成之后皆有分成，还可钱生钱，再生钱，如何？有胸怀，有志气，有远见，老夫当初没选错人的。我等自然是相信你，只是不知道你要经营什么营生。这城外的盐矿价格低点，若是我们能将其买下，再制成盐卖给百姓，那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诸位，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啊！小师兄啊，这百姓啊，之所以吃不上精盐，那是因为海盐金贵，尤其是内陆，算上运输成本，价格层层叠加。这矿盐啊，价格低点，内陆随处可见。只要我们稍加包装，他们定会疯抢。届时别说是3000钱，就是10000、10万钱也不在话下。好了，住口！
怎么了？小师兄，这盐山的矿盐有毒，食用轻者腹泻呕吐，重者癫痫致死。这种害民之事，我等万不可碰啊！你最好给为师一个解释，否则罚抄礼记100遍。哎，老师莫要着急，这盐山之毒，并非盐之过，乃杂食之过也。何意啊？食盐当节，需去杂存精。我这便拿给大家啊。这是矿盐啊，正是。此盐去杂如敌尘，凝精如化玉，色无瑕，质无粒，这质感远远高于海盐呐。若是能得到老师的支持，弟子定将此盐推广至全国。此盐真无毒？哎，你们可以尝尝啊。看老夫做甚，你们尝尝啊。李芝，我是兄长，你来尝。啊，长兄立身，当为弟之表率也。弟之表率，应替兄分忧也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一起尝。如何？这盐不好，快叫郎中，这盐有毒！不，这盐真乃仙品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夫子，不信你也尝尝。老师请。此盐真乃绝品呐！这生意我做了。小师兄，还有我们。先生好。先生，这个盐场先前是一座闲置的庭院，弟子见价格优惠，便将其买了下来。此地离盐矿山近，运输成本跟时间都节省了不少。哎呀，为师真没有想到你竟有如此才能，真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这身为儒生，博学多才乃是正道。听到没有？得好好学学。小师兄的才学，我等佩服。几位县城与为师交好，他们可以帮你消盐，但是价格你打算定多少？诸位有何见解？依我看，此盐如化玉，色无瑕，质无粒，胜过此前所谓的精盐数倍，自然要比之前的盐商更贵才是。不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卖10钱，我们就卖1钱。为何？我要让这天下人都吃得上精盐，更何况薄利多销，挣的不会少。手握精盐而取11之力，宁舍万金而济苍生，此等大义，老夫也未见有二啊！君子心非独惜自身，乃系天下之前手。小师兄为人，令我等敬佩。好啊！哎呀，郡守，您找我？来，尝尝。这口味无烈味，
何时有了如此之言术了？这是近日在市面流通的盐，而价格是之前精盐的1成，竟如此便宜。我也没想到，竟然有人能放弃万金之玉，惠万民之心。而此人名叫高景，可是那位秦夫子新收的亲传。正是，我也早就想结识这位才子。正好明日有一场论兵，你去给如愿发一张帖，就说本郡守有约，让他务必带上高景。是。这短短3日，便收回了10万刀币啊！小师兄，我是真佩服你啊！所谓薄利多销，没想到竟如此有效，才3日便卖出10万钱。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官府收购所用，不过这还只是一个郡的份额。倘若是卖到邻郡，不敢想会有多少。不过小师兄，你可要万分小心，如此精妙的制盐法，万不可外泄，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这世道千人不安分，天下越来越乱，在下岂会不知这个道理？5日之期已到，也该接阿姐回家了。小师兄，我与你一同前去。我也一同，免得那厮不想信用。谢过2位。姑爷，时辰已到。小娘们儿，看来今天你那蠢货弟弟是不会来了。他5日想凑齐3亲戚，就凭他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呢，以后就跟着我吧。混账！你别碰我！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别碰我！王管家说了，你任凭我处置。你不过是被买来的贱婢，也敢反抗虎爷我，找死！你们在哪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还想你那废物弟弟来救你？别痴心妄想了！别碰我！住手！姐，阿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阿爹。原来你小子真的来了！钱呢？没钱你不会是想过来明抢吧？你小子敢砸我，干他！我看谁敢！好，算你有种。钱你拿好了，1分不少。二爹，这钱是哪儿来的？阿姐，你放心吧，这钱是我赚来的。哎，你小子，看来秦父子还挺看重你的，竟连3000钱都肯借你。不过呢，这少了，哼，连本带利你总要给我5000钱才能把这小娘们带走。
5000，先前分明说好了3000，坐地起价，枉为君子。君子，君子能值几个钱啊？少废话，给钱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砍了你？师兄，好，这钱我给。算你识相。小师兄，拿好了，别丢了。还真有2000钱啊！看来刚才是我要少了。不过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算账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让你走了。什么？刚才你是哪只手碰了我钱？你说什么？你敢看我手，打死他！这只手就当给我姐赔罪，以后把头低下做人。走。好急！爹、娘、阿妹，以后啊，这就是咱们家了。好小子，这才过去多久，你就买了这么一处宅子，你也太败家了。哎，现在小师兄可是郡内有名的盐商，即便是买下10座宅子，也不在话下。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跟爹娘挤一张床啦。阿哥以后啊，单独给你准备一间大房间，好不好？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娘是想你阿姐了。她要是在这儿，她得多高兴。不知小月现在情况如何？爹，娘，小妍，小月，小月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我好想你啊！阿月，娘的好女儿。好小子，你都做到了。大丈夫出言必行，岂会言而无信？好啊，我高氏一族总算又要重振辉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师兄，小师兄，夫子找你，何事？啊，是郡守，他特地要求你一同去参加论兵会。你是说郡守田悦？啊，正是。他为何突然找我？难道是因为张虎和王夯的事儿？也许来者不善。小师兄，我们一同前去。好，正好，我也想去会会他。走。你这个蠢货，竟然连小小的儒生都搞不定！这高景他可不是普通的儒生啊，他是秦夫子的内门弟子啊！况且，谁知道他还真拿出那5000钱，而且还废了我一只手。这种事情还要我亲自出马？王管家，你去哪儿？今日必须好好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庶子，让他知道这是谁的地盘。这今日来的人倒是不少啊。他为什么会来？此人是后金，
乃相邦之侄。他为人张扬，性格暴躁，时常虐待下属，欺诈百姓。幸亏他有个好叔父。蒋毅也来了。嗯，这便是你新收的学生？哼，看起来不过如此嘛。哼，以貌取人，非君子。利口宁舌，等下论兵，别折了舌头。哼。哎，此人是江毅，道家的人。和夫子不和，以前夫子还……哎，这田悦喜好哪门学说呀？田悦的祖父乃是齐王亲封的司马，他从小耳熏目染，精通兵法。兵法我也略懂一二。师兄，你与郡守府的王夯有恩怨，可兵法并非你的强项，切记等下莫有乱说话啊！你怎知非我强项？这里不是如愿，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若是惹出事来，夫子也很难保你。哎，哎，啊！见过田公。周公免礼。今日田某邀诸位，是想一同谈兵论道，不必多礼。来，田某先敬周公一杯。嗯。不知周公今日都在读什么书啊？这几日在读六韬，深有感悟啊。哦，我也正在读六韬，感悟颇深。以少击众，以弱胜强，分而成之，乃兵家自豪所在。田公领悟真乃深厚啊！肤浅，这依我看啊，郡守枉为司马之孙，竟读不透六韬。小师兄，莫要胡说！嗨，你是何人？田公，他名景，是老夫新收的学生。哦，他就是高景。哼，谁人不知以弱胜强，以少胜多，一向是兵家自豪所在。秦夫子，你弟子竟然连这点都参不透吗？这依我看啊，你比郡守更蠢。你乃趋利之犬，见贵则摇尾，见贱则狂吠，明辨是非也。小师兄，你敢骂我老师？如月没教你尊老之礼吗？我所尊者，非年岁之老，乃德行之高。你，田公祖父乃司马，岂不比你懂得统兵？在下不知，跨马不识途。你竟敢将后宫比作跨马，简直是狂妄无礼！小师兄真能说，这就是老夫让他畅所欲言的原因，他不会输的。行了，此宴本就被论兵，周公皆可反驳。高景，你认为我所言不妥，那便请说出理由。在下看来，无所谓以弱胜强，大多都是恃强凌弱，以多打少罢了。胡扯！哦，何解？哎，这简单来说呀，敌方10，我方5，正面打肯定不敌。所以啊，就要用各种方法来算计，来分割敌方的兵力。此为以少击众者，必以日之木，伏于深草，要之爱路。
以我方5攻敌方4，优势之下击溃敌方，我方损1于4。同样，再以我方4攻敌方3，同样优势之下胜之。以此类推，以3打2，以2打1。这与以少击众，反而趁之，有何区别？还不是以弱胜强？非也，非也。哎，这确实是非也。主公，如此战局已定，从总体看是以弱胜强，但细看之下，却是恃强凌弱。还真是如此，莫非小师兄真懂兵法？正是如此，也大体如此。不过啊，这沙场战阵复杂，除了人数之外，还有军备、军心、地形、天气、后勤等等。所谓强弱之分，本就不光是人数。一方军心整齐，士气如虹；一方军心涣散，毫无斗志。这难道不是强弱之分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这所谓的以弱胜强，更可以说是以弱变强，而后以强对弱。对六韬领悟如此之深，实乃统兵之才。多谢田公赏识，在下只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。哼，一个庶民，岂有统兵之才？哼，公莫非有更深的见解？不妨说出来听听啊！你闭嘴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后宫此次赴宴，并非只是谈经论道吧？田公果真料事如神呐！我此行是为流民之事而来。现如今整片西北缺粮，又有大量流民涌入，田公的粮仓早已负重不堪了吧？其人扰得天下大乱，田公又不作美，灾害频发，何处不缺粮？何处无灾民？我若说我有应对之策呢？后宫不必遮掩，有话便请直说。在下有一些同乡们，他们一直赋闲在家，若是能把他们安排入军中，同乡们愿为田公献粮。哎呀，此事本君做不了主，后宫还请回吧。哎，此事不急，若有了想法，来北边找我呀。告辞。田公，此人心存不轨啊！他的叔父乃是相邦，何须我们来安排同乡？况且是西北这种贫瘠之地，看样子那些流民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可我们真要无粮可用，那些豪强士绅又不肯松口放粮，又当如何？此事本郡自有打算。小师兄，我没想到你对兵书有这么深的领悟，在下佩服。当然了，我始终坚持不越精神。你方才在宴上出尽风头，可田月非寻常人，你定要万分小心。景先生，景先生，我家主人想见你，请进一步说话。田公，他有何事？请随在下去便是。好，放心，老师还在府中，不会有事的。请。先生请。见过田公。
景先生，来，请上前。先前在宴上，先生似乎对我有怨。在下不敢。不敢？那就是心有所想。这田月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叫杀人灭口吧？田公有事便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拐弯抹角，好词。景先生说话总是那么精疲如离，那我便直说了。秦人欺我欺人太甚，秦人攻不破我齐国的城墙，现如今妄想破我齐人之心。要想一个国家灭亡，必先教其志，乱其政，腐其身，离其心。秦人深得六韬之道，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。后晋勾结秦人，使得我西北断粮，现如今流民食不饱，百谷变荒也。您是让我解决后晋？不，后晋背后乃是相邦，你无法与之为敌。我要你解决万民粮饷。你高估在下了，这万民的粮饷岂是我能解决的？田公为何不禀报齐王啊？现如今相邦当权，齐王又对他如此信任，就算是上奏，那也是做无用之功。只要你能解决外面粮饷，你和你的氏族都将会提升为氏族，且后晋日后绝不会惊扰你和你的家人。莫非田月真不知手下人所做的龌龊之事？如何？这加官进爵乃是振兴士族的希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过先前说好，无论什么方法都行。没错，只要你能够解决粮饷。好，那你大概需要几天时间？只需3日。你确定？在下先告退了。景先生慢走。主公，您真相信他能办到？此子城府极深，先前在宴上故意挑衅于我，后来又用六韬之道引我注意，看样子他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。那您还选他？他若真能解决粮饷，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可他没法解决粮饷。小师兄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我能有何事啊？夫子呢？啊，夫子不想碰到江毅，便先回了，让我们在此等你。看来夫子和这江毅渊源颇深呢。既然无碍，我们早些回吧。三位，且慢。不知张将军所谓何事啊？我家主公让我送3位回去。这，那就有劳将军了。请。听闻张将军曾随田司马一同征战沙场，屡立战功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不值一提。有何不好提？大丈夫当提3尺剑，策马踏疆场，方是真英雄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景先生如此年轻便有此作为，将来定不可限量啊！这便是高进的车队。正是，很好。随爷爷我上，走走。怎么回事？先生，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。高擎，识相了就给你虎爷滚出来受死！
你是爷还是我是爷呀？那您请，您请。蠢货，我的词都让你说完了。高景，我乃郡守府王夯，快出来受死！王夯？王夯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此事啊，说来话长。这王夯啊，哼，这王夯仗势欺人，竟仗着郡守的名声，在外作威作福。景先生，不要担心，我这就出去杀了这厮，还你一个公道。有将军一言，景便安心了。高景，快出来受死！哼，王管家，何必如此动气啊？起先我考虑想放你一马，但你不识抬举，搅和我生意不说，还敢伤我的人。钱我给了，至于这张虎的手，是他冒犯我姐在先，分明是那小娘们想勾引我的。一派胡言！你们如此漠视大齐律法，就不怕刑罚吗？不曾听闻郡权凌上，令不出宫。哼，弃法废度，纵性而轻，与豺狼何异？少说废话！哼，今日我就让人先给你剁了，明日我再让人去把你姐那小娘们给吃干抹净。找死！王管家，他要杀了我！哼，大胆，敢在爷面前造次！谁砍下高景的人头，赏1000钱，给我上！本将军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景先生。本将军在此，我看谁敢动景先生。张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管家，你在外好大的威风！张将军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是他挑事在先，他搅坏我的生意。住口！你自己回去与田公解释吧。若是让田公知道此事，我今后只能在牢狱中度过，只能……张宇，你给脸不要脸！我们人多势众，你们势单力薄，那你就留下来陪葬吧，杀了他们！什么？不自量力！各位爷，饶命！小人真是一时糊涂啊！张虎，你作恶多端，死有余功！经谢过张将军救命之恩，今日若无张将军的话，经恐怕要丧身于此了。是郡守府愧对景先生，本将军只不过是替田公清理门户而已。王夯行不端，乃其心术自坏，而非上官之德不修。
多谢景先生体谅，我这就带王夯的遗体回去见田公，就不陪景先生回去了。无妨，前方不远就是如愿，将军请回吧。告辞。禀田公，王夯死了，是被本将亲手所杀，因他……我都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您都知道了？3日已到，景先生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，莫非他逃了？这高景3日前一别，就再也没来找过我。他不需要本王的协助。田公，要不要派人去寻他？再等吧。阿哥，我还要吃。好，小二，再来份鹿肉。好嘞，客官。小师兄，小师兄，你在这儿可让我好找啊。何事啊？我与李姑都听田府的人说了，你答应田公3日之内解决粮食问题，可是现在数万流民正在挨饿呢。看来田公坐不住了，此事都传到你们耳中。你还在此玩乐？赶快随我们去见夫子，若是耽搁了，田公可不会留情。不急。后进屯粮100万，见死不救！后进屯粮100万，见死不救！后进屯粮100万，见死不救！听闻这后进屯粮100万，却不愿意放粮，而且听说这饷粮乃是官家的救济粮，他不但拿出来卖，价格还翻了数倍，这是要发国难财啊！他乃相邦之职，本应尽责尽力，如今却弃百姓而不顾，简直不是个东西。哎，小声些，小声些，小声些，没听见。我就说他能拿我怎样？嘘，隔墙有耳。小师兄，这消息是你放出去的？这田公只说要他们吃上粮食，可没说用什么手段，我只是顺势而为罢了。那些灾民多日未食，他们为了活下去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对，接下来他们会破仓抢粮。后进屯粮100万，见死不救！后进屯粮100万，见死不救！今天必须让后进开仓放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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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仓！开仓！姓后的，你仓里的粟米都囤成山了，就看着我们啃树皮吃黄土吗？这本就是官家发的救济粮，使这姓后的私吞了，我们缴税纳银，可不是让你发国难财的。对，必须让他开仓放粮！开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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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去！出去！开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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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后进私藏军粮，拒不赈灾，乃屯粮务民，不占法理。小师兄，你则是名正言顺，高，实在是高。不过后进乃小人也，他若知道，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吃呀！来，好吃。好酒。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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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此慌乱作甚呢？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那群流民不知从何处知道我们的粮仓，现在正在破仓抢粮呢！什么？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我必杀之！
无妨，对付后晋，我还有对策。哦，而且名正言顺。这高静还没有消息。报！郡守，小的有急事禀报。说。县人回报，众多流民围攻了后晋的粮仓。什么？不知何人散布后晋私吞官家救济粮，囤粮100万，借死不救。现在所有的流民都去了那边。是。田公，这一定是景先生所为啊！可这绝非好事。若流民暴动劫掠其他百姓，我岂不是要背上纵民作乱的罪名？况且若后晋得知，定会和我们翻脸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报！禀告主公，景先生来信。念。警卫粮食一事焦头烂额，唯有郡守能解，竟还请郡守颁布以工代赈令，组织流民修筑设施，按劳发粮，稳住民心。同时，再以赈灾需彻查郡内田产为由，彻查后晋粮仓。后晋县如今囤粮100万，却见死不救，已是激怒人心。对他来说，那粮仓就是烫手的山芋啊！田公若不想背上纵民作乱的罪名，就需以赈灾、核查郡内田产为由，彻查后晋，一切名正言顺，顺从民意。后晋不得不做，到时后晋只会认为这是田公所为。没错，小师兄，我实在是佩服。好啊！嘿，高景这招还真是妙啊！田公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？如何？收粮去！退后！都退后！混账！是谁将他们引进来的啊？属下不知，只知有人在外说。说什么？快说！说您私吞救济粮，囤200万，见死不救。定是田悦所为。主公，大门要被这帮贱民撞开了，要不要放箭杀了他们？蠢货！现在外面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我们，要是杀了这帮贱民，我叔父定饶不了我！你带着脑子！撤！住手！都住手！退后！都退后！报！主公，田郡守来了。他还有脸来呀？郡守，这后晋不是人，私吞救济粮，不顾我的死活。是啊，你要救救我们啊！诸位误解了，其实这粮仓中的粮本就是为诸位所准备。后宫，吃不吃啊？王八蛋！田公，让田公和诸位久等了。田公说的没错，这粮仓每一粒粟米都是诸位的，无需担心。真的吗？说的吗？真是好事！真的吗？我们真的有救了！开仓！开仓！是。该死的田悦！诸位，这粮并非不劳而获，而是要以工代赈换粮，这是郡内新令。不过诸位可以先领粮，填饱肚子，再议啊！田公英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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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取粮！领粮了！哎，走！走了！来走！主公，现在我们该如何？此计策绝非田悦所想，定是有人在旁出谋，哪怕是翻个底朝天，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小师兄，你这剑法慢吞吞的，
真要刺人，人早跑了。这快和慢啊是相对的，我现在慢是为了日后快，慢的时候动作标准，快的时候啊动作自然就标准了。韩兄啊，你若是不懂武功，就别乱说。武通常都是由慢到快。我不懂武功，但是小师兄现在看起来，这个精气神倒是旺盛了许多呀。这以前啊是这饥一餐饱一餐的，风餐露宿，现在是吃喝不愁了。再加上我心态足够端正，身体恢复后啊，体质大幅度增长，精气神也增长了不少，人自然就看起来精神多了。不知二位师兄前来找我何事啊？当然是来庆祝小师兄恢复了爵位。这酒水我都准备好了。如此甚好，来，快请坐。请。来来来。那后进怕是要气得睡不着觉了。我听说他现在正满城打听是谁给田悦献的计策。不过小师兄，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后进绝非善类，他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景自然知道，这后进身后之人乃是宰相后胜，对付他就等同于对付后胜。其恐要亡于后胜之手了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臣。非也，后胜虽贪鄙，然其可用之奇才也。李公之言，主小利而忘大本，臣不忠便是乱臣，不可取。韩兄，你我平心而论，乱世之中，逐利是人之本心。齐王本就暗弱无能，不能治臣，不能察奸，就算无后胜，以其之懈怠，也难挡天下大事。师兄，你这话是何意？要我说，后胜不过是一个被大事推着走的庸人，贪是真贪，蠢也是真蠢，却也算不上是大奸大恶。他虽坏其事，却也让其不战而降，百姓少受兵戈屠戮。师兄此言，是以仁义宽奸邪，以大事废公义。他后胜身居其相，受社稷之托，君主之尊，本当奉公守法，强兵保国，死而后已。可他呢，为一己富贵，断送一国宗庙，此乃以私害公，以戮亡其国，便是乱臣，是我等眼中必诛之贼。怎可因少了战乱而轻饶？乱世愈乱，愈要将臣道严法度，否则天下再无宁日。你论的是治公之理，我讲的是世间实情。后胜是小人，可小人之祸根源在上不在下，只杀一个后胜，天下还会有千百万个后胜。实情，正因如此，才要明确定论，以儆效尤。你讲实情，讲人性，我讲纲纪，讲法度，讲臣道。法度一松，人心一乱，小国亡，大国危，天下四分五裂。后胜这种人，可比可诛，不可恕。你守的是法之言，我认的是事之实。后胜是恶臣，毋庸置疑。可恶臣之身，非独人心之坏，更是时势和治道之失罢了。胡言乱语！若天下没有纲纪、法度、臣道，会惹出多少事端？事之实才是事之道。你，二位莫要争吵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喝酒，喝酒，不要因为这后胜之事影响了我们的雅致啊！坐下喝酒，喝酒啊！要不二位教我习剑如何？用不着他来，我的剑道造诣在他之上。哼，难说。哼，你要试试我的宝剑是否锋利？不练了，不练了，还是喝酒，喝酒。你们这是又怎么了？学生见过夫子。见过老师。这樊兄跟支兄在为后进之事争辩。道不同则不相为辩，与其纠缠无所谓之争，不如反身修德，守正自持。喋喋为争胜，乃小人之辩。
明辨而不妄争，方为君子。多谢夫子教诲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先下去吧，我和景要谈谈。是。不知老师找学生所为何事啊？哼，对付后进也不和老夫商量一下，你眼中还有老夫这个老师吗？学生知错，学生只是不想因为此事而牵连到老师。你如此鲁莽，后进绝非善茬。倘若他要对付你，那不过是举手之间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学生是在赌，若是这一步走对了，那便是重振士卒。那倘若要走错了呢？老师可曾见过庶民家的老鼠？学生见过，庶民家的老鼠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与庶民无异。可这富人家的老鼠，学生也见过，个个膘肥体壮，圆得像个球。庶民家的老鼠又瘦又怕人，而富人家的老鼠又肥又憨稳。正所谓人之贤不肖，譬如鼠蚁，在所自处耳。人之贤不肖，譬如鼠蚁，在所自处耳。好，说得真好啊！你想要一个更好的平台，但齐国并非最适合你呀。学生并非圣贤，无法预知未来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倘若这时机到了，学生也该离开齐国了。老夫见你心里有数，这便放心了。与别九州，随山郡川，任土作贡，与覆土，随山看木，垫高山大川。以分别土地的疆界，行走高山，砍削树木作为路标，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。小师兄，好雅兴。听闻田悦为小师兄一族恢复了爵位，可喜可贺。多谢。请。不过，你方才对禹贡的解释并不到位，我认为里面还蕴藏着更深层次的东西。藏了什么？大禹以足迹丈量天下，封定九州。他的足迹遍布高山大河，他是沿着山水和地脉行走，所以我觉得这禹贡里还藏了一套禹步。若是真的能从尚书禹贡中悟出一套步法，小师兄真乃前无古人呐！悟不出来，只是有种感觉罢了。说到底啊，还是我意不够诚，心不够正，始终踏入不了定境。我所想的事情太多，这几日总算是可以静下来歇息片刻。哎，小师兄太苛求了。这尚书讲唯精唯一，有些学问知道就好，何必深究？你我追求不同，你专精法学，一心想着拯救韩国，而我追求伯约。小师兄怎么这么看我？你入定。昨晚做了一个梦，不小心踏入时间长河，感悟到一些东西，尤其是近些日子你给我的启发。唉，中庸有言，至诚之道，可以前之。你已踏入定境，小师兄怎知我看到了什么？你一心一意想要拯救韩国，为此甚至还入了定，可见
你这意构成，心构正。可问题是，韩国你救得了？小师兄说的是，不过救不救得，总得去试试。所以你会死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就是大气魄、大胸怀，难怪你能入定。小师兄觉得，在天地间，是否有一种超越凡人的力量，在冥冥中掌控着命运？这与我有何干系啊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我心即是天理，心外无物，不往外求，所以是否有这种力量跟我没关系。我会随着我的本心而动，以良知知行合一。这就是小师兄的心学，有些像道家天宗的观念。以前听小师兄讲心学，总觉得是一些荒诞之言，如今才发现，这心学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。你不是来单纯找我谈心的吧？我每天晚上都重复做着一个梦，醒来后记不清内容，但枕上的泪痕犹在，不知道是伤心的泪水，还是有所领悟的喜悦。梦里我总能听到一首歌，仿佛我的心就变得透彻，我感受到一种召唤。你要走了？等下去与老师告别，然后随着召唤游历一番，最后再回到韩国。你才刚入定，为何不等长定后再走？小师兄知道，这定静不定静的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想用我所学拯救韩国。你看，李芝师弟不也没有追求定静吗？李芝，他向往权势、富贵，其实他想与你争个成败，心思太多，正不了心。小师兄，你也快入定了吧？也许吧，也许明天，也许1个月、1年，也许一辈子也入不了定。你问这个做甚？小师兄，入定后要不要去韩国转一转？反正你有这本书，在哪儿都能学习。我去韩国做甚？我又不懂得治国，帮不了你啊。小师兄是博约之道，能治言，懂谋略。要说不懂治国强国之道，韩凡可不相信呐。李直也不相信。见过小师兄，见过韩兄。你也要走了？正是。二位，有缘再会。小师兄，再会。为天下至诚，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。李芝，你一生以功利为先，以权位为倚，通门相济，终究会以悲剧收场啊！为天下至诚，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。我入定了，小师兄，小师兄，小师兄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着急？后界大人围了你家府邸啊！什么？撤！吁！高景，滚出来见本座！在下高阳，高景之父，不知公何人？你便是高阳啊！丧家之犬不配知晓我姓名，让你那庶子滚出来受死！住手！夫子，这便是高景啊！
不知公为何要带人围了我家？不知？别以为我不清楚你做这些混账的事儿。公知哪些？你该死！我若是说出粮仓因他而失，那些刁民也会认为我私吞军粮，不守君子之道。后宫无理无据，便带人围了高府，这恐怕不好吧？谁说没有啊？嗯。相邦有令，即墨氏高景本其布衣，蒙恩实禄，不思报德，反怀逆心，前通秦寇，罪证已具，敢有拒捕藏匿纵逃者，格杀勿论。什么？这千算万算没算到，这齐国相邦专权竟腐败到如此地步，后晋也太不要脸了，伪造罪证来抓我。相邦檄文在此，可有异议啊？来，给我抓住他！你不能把老夫的学生带走离开！夫子，你这是抗令啊，这可是死罪！老夫的学生无罪。他有没有罪，他说了不算，相邦自会查出个水落石出。若他无罪，便会放了他。不行，绝不能跟他回去。无论有没有罪，最后都没法活着走出牢狱。今日你恐怕带不走高景。田公，田悦，莫非你也要抗令不成？后宫且息怒，相邦檄文，某岂敢违抗？然高景乃本郡最大盐商，若是直接将其带走，恐会引起军中缺盐。我不管，今日我必要带走他。近日秦人来犯，若军士们因缺盐而失军心，这等罪责，你我可都承担不起。你，国君近日尤为关注边境，若是此事出了岔子，会影响相邦。闪开！我知道，明日我必要带他走。田某多谢。我再让你多活一天。我们走。驾！经谢过田公。哎，此地不是久留之地，你们速速出城，暂避一段时，否则那后晋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才入定境，就被迫外出游历，不是逃难。今日你便要出走，可要万分小心呐！那后晋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田某之错，才让景先生惹上这等麻烦事。水墨功夫的定，就像沙子做的房屋，浪一冲就塌了。只有经历考验的定，那才是真正的定。先生的心境，某比不了。老师，我爹娘、阿姐、阿妹，还劳烦您将他们送去韩国。这后晋要杀的人是我，他们跟着我，只会受累。好，也正好。齐国中若论奢华，以韩国最盛。倘若你能在韩国的奢华中定得住心，那才是真的定。定而后能静，接下来韩国会闹得很欢，你去看看能不能在闹中取个静。谢谢老师。景先生，有缘再会。哎呀，这读万卷书，也比不上那至高无上的权力。月出照兮，教人聊兮，
疏腰少兮，劳心惨兮。我还借你的马车一用。有女同行，颜如顺英。姑娘，请上车。我是说，这马车我要了。这马车倒不能给你，不过我倒是可以载你们一程。走。这赶路之苦啊，姑娘可能受得了，可是身旁这小妹妹可就受不了了。还是上车吧。多谢。来，车里有水跟食物，姑娘需要的话自行取用便是。这位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玉，德如玉的玉。姐姐让我来，谢谢大哥哥。玉，还真是个好名字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大梁，去魏国。魏国？行，那我就先送你们去魏国。小先生不必如此。我又没有什么事儿，去哪儿对我而言都一样。绕路去魏国，还能避免被后晋盯上。小先生是儒家弟子。儒家高景见过夫人，也见过玉姑娘。玉见过高景哥哥。买菜吗？玉，买菜。哎，我买下。哎，帮我搬上车吧。哎，得嘞，得嘞。为何买这么多？出了这齐地，我有再多的刀币，也很难再买到东西了。也是。要是有人能统一这大中华的货币，就不必如此了。你想的倒挺美，统一六国谁能做到？有人可以。走了。去。滚出去！在找不到高景之前，不许来见本座。是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啊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该死的书生，你迟早死在我手里。为何不在镇上留宿？这接触的人越多，越容易暴露行踪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使乐待成，攻乐成，乐成走。令尊连尊，此时应该正处大梁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：儒生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？没有。如果这样，你还游历做什么？知天下易，救天下难呐。我没有恶意。我知道，否则你已经死了。但这解释不了你为什么会知道我。你猜？小孩子啊，还猜？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楚地千里烟尽绝，牵手流离田沟河。哥哥做的诗真好听。这可不是一首好诗啊！楚国竟也是如此景象。楚国只有贵族跟庶民，如此国家怎会好啊？乱世之下，谁都不一定活到明天，他们只是更惨了一点，你救不过来的。是，我救不了所有人，但是我能救些眼前人。我读书就是为了眼前。你车里只有不到100斤，就算全部花光，也仅能救济一时。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，否则他们冲过来，只有杀了他们才能脱身。谁说我要用自己的钱救他们了？我这2天在读杨朱的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，虽然是被孟子骂了，但是很符合我的观念。你稍等我一下。姐姐，哥哥在干什么？也许
他在改变这个世界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刚才同他们说好了，答应帮他们找一条活路，不过可能需要耽搁一段时间。你着急去大泽山吗？这里有上千人，他们没有土地，没有粮食，没有家园，你要怎么帮他们？上千人呢，怎么能说是一无所有？你没看见，他们已经有了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不着急。行，那你等我一段时间，差不多2个月左右就行。哥哥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呀，是百越的难民，在楚国没有活路，想要去韩国看看能不能活下去。那我们怎么给他们找活路啊？当然是先给他们建个家了。可是没有土地，怎么建家？这土地不是到处都有吗？我们先占用一下，到时候给土地的主人说一下就行。主人不同意怎么办？不同意，那就不得不让他同意。你们把这个树皮编成绳索，一定要结实，有大用处。你们把这些石头和土块搬过去，还有这些木头，把河水截住。好的，先生。好的，先生。景先生，那我们呢？你们随我进山，你们也一起。走。这个根茎能吃，把根茎挖走。好。这个也能吃，挖走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药材，能治疗发热。这个能导致腹泻，挖走。至于这个，还没结果实，先做个标记，等摘了果子，把它移到山脚下去。今天晚上咱们有野菜汤喝了，太好了！景先生真厉害，景先生真是见多识广啊！这些药草要是换做咱，肯定会当成路边的杂草。哎，鹿，鸟这鹿！他还真没说错，我要是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活不到现在了。姐姐好厉害！走。哎呀，好了，鹿，3年有肉吃了，咱们整整3年没吃过肉了。这鹿皮真不错，可以做成外衣啊。以后不能再出手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要学会靠自身的力量活着，哪怕这条路会对他们造成伤害，你出手会让他们下意识地产生依赖性。这就是你的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行了，你们几个把这个鹿抬回去。好嘞。哎，是。来，走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走，找盐去。这地方还能有盐？快，走，慢点。是盐矿，来人，搬几块石头回去。这是毒盐，把毒去掉不就行了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方向有盐呢？这动物也是要吃盐的，差不多够吃2天了。走，回去。有鱼了！我钓到鱼了！有鱼了！有鱼了！今天晚上有的吃了。别放过螺，还有棒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哎，你看，太好了！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快把鱼给我！咱们晚上不愁吃了。
好吃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鱼了。这个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。真香啊！多吃点。来，你吃这个。大家听我说，景先生，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无以为报。今后我们大伙就跟你共生死，上刀山下火海。没你，我们也活不了啊！对，是啊。主公，快请起！你们不必这样，我这样做是让自己心里也好受些。你们早些吃完，早些休息，这天色也不早了啊！多谢景先生，多谢景先生，多谢景先生。来，这个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。真香啊！来，谢谢哥哥。好吃吗？哥哥，你干嘛看着我？你与我阿妹很像，年纪也一样。不过，她现在应该是在韩国。那我可以跟他做朋友。好啊。你懂的东西很多。儒家弟子嘛，多学一些也正常。正常。现在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你卖命。浊世洪流，能活着就很不容易了，别动不动就卖命。你这样的人应该去当官，一定会是个好官。官场很复杂，也许我当官之后，就变成了一个贪官、奸官。你不会的。可能吧，早点休息。乌合，吃完之后别忘了留几个人守夜，其他人早点休息，明日之后就不会那么空闲了。先生有令，我等必遵从。事成，雄居天下；不成，守此，足以必老。你还真是博学，竟然还懂建筑。那是。西，正，前后左右对齐，立时刻。诸位，要想在此乱世中生存，必须做到人人能战，人人敢战，不论男女。是。好，乌合，带他们训练吧。是。全体听我口令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你竟然还懂兵法！哎呀，这儒家子弟嘛，博学一些正常。大哥哥，你在挂什么呀？战阵，但没有能让800人有能力抵抗军队的。曾经有，不过呢，已经失传了。用800人抵抗军队，就算是白起也做不到吧？所以啊，需要一个阵法。如果将这800人零散的放到军队里，自然只有被淹没的可能。但如果形成军阵呢？就像一个石头落入水中，看似是被水淹没了，但其实跟石头接触的
只有这表面的一部分，更多的水是挨不着石头的。同样的原理，就算是再多的敌人，一旦形成了军阵，只需要面对少量的敌人，更多的只有在外面看戏。你真的要打仗？可以避免，但或许这一仗必须要打，这是安身立命之战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弄出来了！这样的陶罐，每天可以制作30罐。不错，不过比起齐地还是相差甚远，但如今也足够了。带上他，叫上张继，我们该去拜访一下这片土地的主人了。是。拜访？最近他们不也常来吗？回去禀告主公，他们要出门了。是。米氏卓姓，李见过先生。儒生高景见过卓兄。原来是儒家弟子，失礼了，快请进。请。你打算用盐让他同意我们住在这片土地上？不，我打算把盐卖给他，用来买武器跟甲胄，然后跟他开战。什么？哈哈哈！景帝学识惊人，见识广博，可叹我一开始以为景帝年幼，心中还有所轻视，如今看来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哪里，卓兄言重了，景还是要多向卓兄请教才是。哈哈哈哈！这莫不是吴茶？哦，兄弟还知道吴茶？这吴茶产自吴越之地，因其生长环境独特，造就了它清雅的口感。吴茶珍贵，弟弟以前也只是闻得其名，今日有幸托卓兄的福，品上了一品。又在忽悠，这世上什么你没见过？客气了，蒙我家君上厚爱，赐予一二。兄弟再饮。果然是好茶。景虽见识浅薄，但在我看来，此茶如解牛之庖丁，百越之欲言。这吴越茶可以称得上是茶中一绝了。这解牛之庖丁我懂，可这百越之欲言却不知是为何物。卓兄不知？委实不知啊。这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。景游历入楚，路上偶遇了一些百越之民，经交谈得知，他们有一种制盐的法子，这制出来的盐如玉如翡，色泽晶莹剔透，口感绝佳，毫无苦涩之味啊。景先生，这不是您教我们的吗？这百越之地居然有如此的制盐之法，李怎么从未听说过？这莫要说是卓兄您了，景也从未听说过，心里自然是不信，便对他们说，这要是没有实物的话，实在难以相信呢。这群百越之民可有实物？没有，他们对我说，
他们空有技术和手艺，却没有施展的地方。这说起来也好笑，景啊心痒难耐，急于见到这如玉之颜，便给他们寻了一处落脚的地方。说起来也是景梦了，没有提前通知一下这片土地的主人，实在是有罪有罪。哎，客气了，不过是一处落脚之地而已，不必挂怀。不知这预言可曾治得？这若是没有制成，景哪敢来此请罪呀？这便是那预言。哎呦我去！这就谈成了？什么时候谈成的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周兄，快回吧，不必再送了。景帝难得如此有缘，就让为兄目送你离开。好，那我改日再上门品茶。走。是。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喝不惯的茶，竟然往茶里加了蜂蜜跟盐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先生不是说那茶很好吗？这种谈话听听就算了，千万别当真，尤其是这种儒生的话。行了，我们赶紧把武器运回去。我们回去备战。是。走。你看这个，这装备真不错啊！是，还挺合身的啊。领主允许我们在此地住下，不过盐要10瓮1斤，卖给领主。日后乌堡的出产10税1。真是好，好，真是好，很坚硬。景哥哥，为何他们如此高兴？着里接受纳税，也就意味着接受他们成为真正的民众，他们的心呀也就安定了下来。可着里只是个下人罢了，他想要的只不过是更多的赋税跟甲士。若是被他的主公米氏族发现，你手里有制盐术，对于米氏一族而言，把技术抢过来，掌握到自己手里，那才是最好的。放心，我不会低估贵族的贪婪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这要放到以前，他们确实可以随便来抢走。不过现在，我们有甲胄，他们要抢，那就打。诸位，不久之后，乌堡会迎来一场战争，你们都必须振作起来。只要先生一声令下，乌堡上下都愿为先生拼命效力，为先生而战。不，这不是为了我而战，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接下来，我会将我这几日研究出来的3种阵法教予你，你必须带着护卫队尽快掌握。是，先生。你们有800人，带甲500，别妄想直接和大军冲杀，需扬长避短。首先呢，这3种阵型其中的一个为盾墙。第2种阵法且为元手。这最后一种功法就是燕追。非常好，这兵法4要素风、火、山、林，无论是盾墙还是元手，必须做到不动如山，就如激流里的石头，一旦被撼动，就只有被淹没的可能。这急如风，掠如火，徐如林，守如山。
只要做到其中一点，就能够让乌堡在此地立足。先前的军训就是为了让你们做到令行禁止，磨练意志。这往后做到什么程度，是站着求活还是跪着求生，就看各位自己的了。是，先生。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，有敌人来袭。敌袭？莫非是米氏一族发现我们的存在？不是，他们不是楚人，是齐人。齐人？对，方才我带人去城中买粮，折返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伙人，他们的主公叫什么？后晋。他们一遇见我们就抢夺了所有粮食。后晋？此地乃是齐国和楚国的边境，他能找来此处，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先生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这不正好是一个绝佳的练兵机会吗？告诉各位，立刻准备，要开战了。是。所有人听令，西立正，向后转，齐步走。启禀主公，县人来报，有高景的消息了。我苦寻数月，可算是找到你了，高景。快讲！前几日，有人在卓里城中见过他。他在城中？他若住在城里，我等身份特殊，着实不好对付。哼，看来只能请示楚王出面了。啊，并非，他住在多胡泽山脚下。什么？太好了，简直天助我也！快，准备人马，即刻启程！老子要亲手砍下高景的头颅！怒！不用担心。后晋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私自带兵入楚国境内。此事若是传到楚王那儿，不怕引发两国矛盾吗？只要你和你身边的人全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来过呀。嗯，是吗？我承认你有点手段，你竟能在数月内便组建一支数百人的军队。可是我有上千人马，你区区几百号人，你玩什么命啊？拿什么给我斗？该死！这庶子眼中为何没有半点不安？莫非他真有本事赢我？这绝不可能！我的兵力胜过他数倍。若是你们躲避不出，我们军队还需要费点事儿啊！想不到你们居然主动出来了，高景啊高景，你就等着看着他们被屠杀吧！是吗？还在逞强！众将士，给我杀！是！上！诸位，为什么而战已经不需说明了。我们身后就是先生，我们该当如何？
那就战！主公，他们的气场竟丝毫不弱于我等。大家准备，手，盾枪。所有人听令，不得退后半步。身后就是先生，家人是朋友，我等绝不后退。攻！什么？给我攻回去！手！一群蠢货，给我猛攻！攻！手！攻！手！攻！这怎么可能？快给我攻回去！给我攻回去！主公，他们的纪律性和战阵都太强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恐怕会输的。混账！一群蠢货，连一群刁民都比不过吗？啊！后进啊！到底是你的兵不行，还是这将不行啊？该死！快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！快，从两边包抄，从两边包抄啊！援！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到底是什么战法？主公，这高阶的兵法造诣皆在我等之上，末将实在应付不来啊！蠢货，连一介书生都比不过，我养你有何用？你这庶子，莫非是有鬼神之能？你这说的哪里话？景乃是儒家弟子，一向敬鬼神而远之。所有人，以我为首，夜追！诸位，随我杀了他！杀！冲！快回防！回防！快回防啊！鬼神之力啊！护我！哎，快！护我！别乱动！谁敢乱动，我砍了他！都别动啊！你别乱来啊！在你面前这位可是齐国相邦之侄啊！你要是杀了他，你们都承担不起后果的。不错，高景，我承认你有点本事。我家叔乃是相邦啊！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别想再回到齐国。你说什么？回齐国？你怎么就确定
我想回去啊。我查过你们氏族，当年你爹英礼被贬为庶民，他一生操劳，供你读书，不就是为了恢复贵族身份？你若是杀了我，别说恢复身份了，就连回齐国都是痴心妄想啊！那现在我还回得去？对，你只要放了我，我让我叔父赦免你无罪，而且你博学多才，你回去要想统兵，或是入朝为官，我叔父都能给你。只要放了我，你就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可笑啊！我本来就是无罪的，有罪的人反倒是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还在这装糊涂！后晋，你与你的叔父相邦勾结秦人，妄图以此换取荣华富贵，别以为没人知道。齐国有你们这些蛀虫，亡国那是迟早的事儿。一派胡言！我叔父之所以这么做，皆是为齐国能够长盛万代啊！就凭你们？那你还是去阎王那儿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配祖忘宗，死不足惜！先生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，后进的事与我无关的，先生。留下你的甲胄和武器，带上你的人，滚出楚国！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胜了，我们胜利了！先生万岁！先生万岁！先生万岁！来，端起来，来喝，干，行不行啊？来，来喝，干了！好了，这是时候啊，要离开了。什么？怎么，你不舍得了？我知道，你志不在此，你心在远方。先前说好了，为他们找条活路，现在已经做到了，自然是要离开的。况且我的家人都在韩国，自然不能留在这儿。怎么了？你要留下？我父亲在魏国，你不同他们告个别吗？来喝，干，行不行啊？你喝，不了，给他们留封信吧。景哥哥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或许吧。你就这么丢下大家吗？我也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。人呢，总归还是要靠自己的。你长大了也一样。哦。景先生，景先生，请留步。景先生，景先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告诉他们了？不辞而别可不是个好习惯。景先生，您可不能走啊！你要是走了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你们能战胜后晋的大军，就意味着已经有了立足之地。往后啊，就不必再需要我了。可是
先生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不必再挽留。景先生，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等永世不忘。乌合，你有统兵之才，往后万分不可懈怠。我还会再回来看你们的。诸位，来日再会。再会。先生慢走。简直！先生，给我吃的吧，我们好久没吃东西了。来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走，先生大好人呐，谢谢先生。你救得了乌合一众，可这天下的难民这么多，你一个一个救得过来吗？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，只是太难了，连我父亲都未曾想过。乱世催人亡，唯有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去其残而已矣。什么？若想天下太平，唯有统六国，并天下。